交通部本地3月开始开放会当组团去中国旅游，顶个月初又搁宣布讲6月要开放禁团令。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嘛进行专案报告，陆委会主委屈泰山是强调讲，中国到今搁无对等开放旅行团来台湾，那干那咱单方面开放，观光的热差会变甲真大。屈泰山是讲中国若是有善意的回应，咱嘛会搁来做调整。 跟影响评估，那政府当然欢迎这个两岸对等的这个开放观光，而非我单方面的解禁。那关键呢，在两岸同时做出这样的一个开放。强调对中国观光交流的大门一直拢开咧。陆委会主委屈泰山就禁止旅行团去中国的命令，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指出，中国到今无对等开放旅行团来台湾，咱讲若是各方面开放，会面临真大项的观光贸易逆差。 不过嘛，讲中国若是提出善意，无排除会搁做调整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到5月底进前，差不多有4000团10万的旅客会当如期去中国旅游。不过，立委持续质疑，决策的过程是安怎会向改变？各种管道里面是有得到说他们的人也会对等开放吗？有得到这样的回复吗？基本上他们是要认为说，现在这个时间点不愿意谈，所以应该涉及到他们内部的。 整体政治情势的评估啦，后来到最后才喊停，那问题就很严重嘛。你前面的政策反复不连贯，而且在谈判的时候没有踩稳对等的立场，这一点本席予以最严厉的谴责。谈判怎么没有踩稳对等立场？就是我们人家不来，你还要来你。屈泰山回应讲，禁团令是由行政院调集下部会做出来的决议，而且前一日中国各个方面宣布改变 M503航线，加做上近的一条引火线。因那立委嘛关心讲，业者的损失要安怎来赔偿？ 它的业务量呢，50%以上是做附中团的，大概有404家，大概10% 不到。加速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方案，请问这个在经营附中团的业者可以用到吗？不行吧？这边出境到大陆旅游不行，第一个他也可以选择东南亚、日本或者是这个欧美。 针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前一天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阵，有关台湾的论述，甲统一头前和平的这2字删除，引起外界关注，讲敢会影响台海和平。屈泰山认为讲无法度单纯就字数来论断，会收集更较侪资讯，观察甲分析中国后续的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